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喺周五嘅凌晨，歐洲聯16強首回合全面打響，波洛尼亞同羅馬展開意甲內戰。前者為主場，兩隊實力接近，上仗均遭遇敗仗，彼此均未有必勝對手嘅絕對把握。今次對壘，雙方會激戰成和。波洛尼亞今季喺歐洲聯嘅整體表現尚可，聯賽階段8場錄得4勝3和1負，最終以1分嘅劣勢去踢附加賽。附加賽同羅超球隊白蘭恩交手，兩回合憑藉住聖地亞高卡斯圖同埋祖奧馬利奧盧比斯各自嘅入波，波洛尼亞以2個1-0嘅比分晉級16強。16強與同為意甲嘅羅馬對戰，波洛尼亞壓力唔少。後者之前豪取各項賽事5連勝，但上仗因溝女翻船，竟然1-2不敵深陷降班區域嘅維羅納，士氣大受打擊。考慮到聯賽還剩10輪，波洛尼亞落後歐冠聯區域內嘅球隊有一段明顯嘅距離。佢哋想實現目標，最現實嘅途徑就係奪得歐洲聯冠軍，但首先必須跨過羅馬呢一關。對波洛尼亞有利嘅係首回合喺主場作戰，佢哋最近4次主場對陣羅馬錄得2勝2和嘅不敗戰績。今次再次主場對手，波洛尼亞勢必盡全力搶佔晉級嘅先機。對比波洛尼亞，羅馬今季歐洲聯則要幸運得多，後者喺聯賽階段最後一輪對陣彭拿典內高斯嘅比賽中，主力後衛基安路卡文先尼今仗停賽受罰，第14分鐘就染紅離場，下半場早段就落後，好在斯哥奧高斯基之後攻入價值連城嘅入波，最終紅狼1-1同對手戰和。正係呢個寶貴嘅1分，球隊先至已踏上直接晉級16強嘅尾班車，避免咗去踢附加賽造成更大嘅消耗。需要注意嘅係，羅馬近期競技狀態不斷下滑，上仗1-2不敵實力遠不如己隊嘅熱拿亞，佢哋排名已經跌出前4，同時連續客場不勝已經延長至4場，2和2負。更為不利嘅係保羅大巴拿、阿迪姆道夫比克同埋伊雲費格遜今仗傷缺，咁無疑影響羅馬嘅進攻銳利度。當耶爾馬倫需要肩負破門嘅重責。另外，羅馬近5場歐洲聯錄得4勝1和嘅佳績，今次走訪勁敵波洛尼亞，羅馬完全不畏懼對手。多謝收聽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啊！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